喺台北都可以食到四川串串啊！今次試食專員雪子帶大家嚟到最面，中式復古風嘅設計真係好有 feel 啊！menu 係聖子島嘅設計非常特別，準備開餐當然要試下道地嘅油碟配方啦。而家仲有特別嘅優惠，3啤酒299喝到飽啊！飲杯，推薦洛神花茶，清酸中帶果香，清涼解渴。今次試咗鴛鴦鍋底，湯頭完全唔加人工味精，其中一邊係老闆特別調配可以飲嘅麻辣湯底啊！當然仲可以加辣啦，另一邊係椰子雞湯，用純椰子汁熬煮，清甜可口。未加雞都已經飲咗一半啦，加完之後仲更加好飲添啊！仲可以無限 encore 正啊！人生不如意，10之八九，真係好抵啊！總共34款豐富嘅配料，食到好爽。而且仲要免服務費添，繼續推介必食嘅小菜川香辣土豆，仲有川味200麻醬麵，好食到令人念念不忘啊！亦都唔好錯過金黃酥脆嘅小酥肉啊！估下最後我哋2個人食咗幾多串串？最後甜品仲有烏梅冰粉，滑嫩清涼，一口解膩。仲有呢個好靚嘅花開富貴小湯圓啊！唔同顏色咧係用唔同嘅蔬果製作，煙煙韌韌，得意又好食。呢度除咗每周1公休之外，營業時間由下午5時到凌晨2點，絕對係同朋友聚會或者宵夜嘅寶藏地，快啲嚟試下啦！